記住呢幾點，可能就係避免意外嘅關鍵。第一，手必須時刻緊握嬰兒車把手，呢個係鐵律。無論你係要單手撳電話、攞水樽，定係指手畫腳同人講嘢，另一隻手必須牢固咁握住嬰兒車。喺任何斜坡、馬路邊、人多擠迫嘅地方，更加應該用雙手。第二，善用嬰兒車所有安全設備，安全帶必須扣好，唔好覺得路程短就唔扣。每次停低，無論係等過馬路定係同人傾偈，都要習慣性鎖實車龍，檢查下你架 BB 車嘅剎車系統係咪操作正常。第三，選擇站位要聰明，等巴士嘅時候，盡量唔好企喺最接近馬路邊緣嘅位置。可以將嬰兒車打橫放，用自己身體作為嬰兒車同馬路之間嘅屏障，最好係背